然后是这部动画的执行导演。我在时光代理人负责统筹制片，负责场景设计的。我是作为美术监督、执行导演兼演出，部分的人设、部分作监和部分原画的工作。在负责动画检查3维主管，就是发现画面上有哪里做得很好的地方，一定都是他们的功劳。主要负责的就是当李导把这个剧本和他的演出指示和演出意图都告诉我们以后，然后交给这些团队去制作。等这些团队制作的物料上来以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审核和一个质量的把控。我这边主要负责的是一些中期团队画过来的东西，调整一下那个画面啊，或者说怎么样反馈回去，然后他们再修改给我，然后我说 OK 之后，他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所以之后大家如果发现画面上有哪里做得很好的地方，一定都是他们的功劳。然后发现画面中哪里有崩的地方，那都是我没有审出来。在内容画面上的质量的话，我可能在做的更多的是把下限提高的这一件事情。所以就是如果说这一季的这些哪些画面你们很喜欢的话，你们完全可以去找到制作团队去艾特他们，去夸赞他们。我们只是个质检员。是作为统筹制片来讲，我们在项目里面主要负责的，其实就如同字面上所说，就是统筹整个项目的制片工作。对内我们需要负责对接导演，然后执行导演以及前期的一些工作人员，比如说宣发的同事呀，还有采访这类的同事，我们都需要对接。然后对外的话，我们需要对接团队。说我们的工作简单来讲，就是把导演脑海中的想法去推进落地，最后成为一个完整的动画作品给大家见面。先拿到剧本和分镜，然后去查看为了这个剧情我应该创造什么样的空间，会先搭出一个简模，然后对整体的空间物品的排布和整体轮廓上的呈现进行一次检查，然后根据一开始对这个场景的构想和定性进行细化，搭好一个具体的模型，然后输出线稿。项目流程里面，为了呈现最后的毕制效果，其实一开始是先做场景设定，输出一个线稿，对整体的线稿设计和空间有一个定位，然后再到氛围图的流程，对整体的画面氛围进行一个定位之后，再到最终的美术版的流程。这是一个多团队合作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作为美术监督的话，主要是校对和修改各个团队提交上来的场景，起到一个查漏补缺这么一个作用。角色原案主要就是为了帮助导演确定前期的一些角色形象，然后方便角色设定去做一些细节的调整啊。因为原案它不能直接只用作设定嘛，需要后面设定调整一下线条啊，方便中期去做。2维部分的演出就是2维部分现场的导演。演出呢就相当于，因为像影视剧呢，平时的这些演员在现场里边应该怎么演，动画这个东西它就要画，所以说就相当于必须要有一个人，他要不断的控制大家所画出来的里边的那些动漫角色形象的一种状态。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分成 A、B、C、D， 然后也有那种1级的。D 级呢，我们大部分就把它分为是竞争，可能也就是2个人略微的对话，也不用动，也没有特殊的演技在里边。C 级呢，可能就会稍微的动一下了，转头起身跑步，然后张数呢可能就会8、9张左右。到了 B 级以上，就对演技有一定的要求了，张数可能就会来到10张到20张不等，人数也会变多，演技也会更加的丰富，会有情绪上面的变化了。然后 A 级呢，一般来说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些大场景的运动破坏，人物更多的表演。日常卡里边也有那种 A 级以上的卡，就是动作特别细腻的感情的表演卡。一般来说 A 级的张数可能就是在30张，到 S 级以上的话，上百张都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说在 S 级的卡里边还会有像异空间的一些表现的卡，所以就不是普通的场景了，也不是普通的人物。我们的流程中，原画是有很多位老师的，作监的话是为了就统一各个原画老师的画风，然后我们上面还会有一个总作监老师，就再统一我们作监的画风，最后呈现给大家看的。
动画中割完之后，就检查动作中割有没有问题，跟造型上面的一些瑕疵上的问题。预览过后是再详细的检查一下这个动画的问题，像这个人物的压线就没有压到，所以我们要去提醒动画去把它给补上去。我们拿到分镜之后，打一个3D 的 layout， 用3D 的场景、3D 的人物根据分镜进行摆放，之后再给到1元绘画，这是其中一个配合的地方。第二个是一卡分镜，导演要求要做成片3D 镜头，先把分镜给我们，再给我们这一卡镜头的一个要求，然后我们根据这卡镜头搭建场景，再调动画、渲染、输出、合成，最后给到后期摄影。